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宇权阿权妹。今日应该糖醋我嘅上无嘛嘅以后，因为我今日就会环岛，韩国有老多人要带上了，提醒大家呀，天时的最近变化动态，听说要记得多做1、2、3哦，希望就会冲来强用环岛。啊，不过今日就算环岛，还是要同大家来分享好食的东西。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嘛个喏，要同大家来分享伊咧，大家可能是韩式世界新定印下的记忆，可能就会去啊面包店。也係講茶貨店，也係講乜個麵包茶，你就會拿啲乜個，伊咧當等一下嘅甜甜圈，然後一咬啊下去，就會吃到啊，味道最全部就會灑糖當等一下嘅感覺，有冇？今日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很懷舊的這個點心哦。韓國雅典店的當等一下，他們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口號，我都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來分享，動作甜甜圈嘅調羹喲，耶達歡迎。大家好，我是耶達，然後今天準備甜的跟鹹的甜甜圈套餐來給主持人吃吃看。哇，就是真的是槍麥甜甜圈聽聽哦，對不對？對，然後還有一些搭配的咖啡飲品。而且耶達頭擺有來送過我們福喜來的錯嗎？對，有來過。前身是甜點店，在一樣的位置，然後後來做甜點太累了，就是太累。對，有稍微轉型一下，然後之前是跟男朋友一起做，現在是先一人作業，重新試試看。哇，所以其實很不容易，淺淺黑已經有一個這個算是一個創業的開始，對，小基礎，但是後來決定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轉型。對，因為那時候是在年終的時候做甜點做到太累，但是其實那空間還是繼續承租。然後我們有2隻貓咪，它是住在那裡很久，然後我們有點不想要讓他們換空間，因為我覺得他們在那裡蠻開心的，然後就有想說想要再利用這個空間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所以就決定想說，那我們不要做甜點暗斗東西，因為甜點其實要做起來，它每一個甜點都很複雜，就會比較多工序，可能時間也會拉比較長。對，所以後來就想說，那來換一個好了。結果問甜甜圈，對，那我很好奇，因為甜甜圈就是好像不是一個太熱門的食物，它好像就是很懷舊系列的。對，因為原本是有跟一個麵包師傅就是在討論合作的階段，所以是算是他給我一些靈感，想說現在越來越多咖啡店家，我想要很多超多的，所以我想要走比較有特色一點的店，所以我想說就是從甜甜圈為主體，再去延伸各個口味試試看。哇，所以算是重新找到一個新的定位的感覺。對，然後但其實有一些口味裡面的靈魂是以前甜點去延伸過來的，是有類似的，很棒。而且剛剛有我們講的那個口號有沒有？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因為你們就叫動作，對，動作甜甜圈，對不對？加上動，因為甜甜圈是有一個動，有點孔，對，那它就在一個做，就是去製作的那個做的那個字去結合起來，好可愛哦。所以這是一個全新的創業理念，就安永奎氏對然後剛剛除了提到說，有甜甜圈之外，其實飲料也是大家想說，我想要去喝個下午茶，所以我就必須得喝點飲料。對，那其實你們家的咖比咖啡，糖貢沒黑品質懂，後面黑這個耶達自己很滿意的這個作品。對，就是慢慢去跟我配合的烘豆師他，因為其實我的要求有一點小機車，想要帶一點酸，後面又帶一點核果味，其實在烘焙上面會比較麻煩，因為酸應該是要偏淺焙，對，但是核果味要再深一點，對，所以他有幫我找出這個的中間值，超難的。可是黑公真飲有按有密西跟一個咖啡的話，我會很想嘗試，因為現在大家已經漸漸的沒有喝那麼重烘焙的咖啡。我發現現在趨勢好像大家比較喜歡喝柔和一點的。古時候其實耶達講佢喺賣甜甜圈專賣店，不過其實家個咖啡咩係品質懂吼，就是也有一點點用心。也是有用心在裡面，而且佢還建議大家講，喺講你來亞瑟下午茶，你聽說要先飲咖啡，一定要先喝東西。我會先上飲品，像我有其中一款是
等一下可能会桂介绍。花，对桂花就是它头前压鼻很漂亮，上面还有一些桂花点缀。对，我会先请客人还没吃东西的时候先喝，然后等餐点上的时候再喝，它桂花味又会再更明显一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神奇的地方，就我自己吃了之后发现，更香了。就是一定要在吃东西之前先品尝一下，不一定要强求，但是可以这样试试看。我觉得很神奇。那你自己觉得桂花拿铁压一比桂花拿铁，本内是好色，压一色会是好色？热的，对，热的比较好喝，因为热的它会把香气再更提升出来一点。其实它比例是一样，可是可能人类的那个感官对热的那个香气会比较敏感。所以呢，今日就会同大家来小介一间甜甜圈专卖店，不但像卖甜甜圈，还有卖很多东西。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饮料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甜甜圈的部分了。那甜甜圈来，请耶达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个很可爱的，还有像是奶油，是不是？对，它是手炒的素面茶粉揉进鲜奶油里面，然后再去做打发，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熬煮的芋泥。然后甜甜圈本体的话，它其实也是有添加食物果泥进去，然后甜的主要是添加南瓜泥，但是你其实如果没有讲，你不会发现，只会发现它看起来比较金黄色，但你是外观看起来是比较金黄。对，但其实你吃不出那个南瓜的香气，它会晋升为另外一种香气。可是我很好奇，就甜甜圈就甜甜圈，从来没有听到说有人讲会标嘛该果泥进去，而且你还放反瓜，一个不是很热门的东西，你知道吗？主要是让它的口感可以更松软一点，然后吃起来真的也比较不是传统一般甜甜圈会吃到的口感。所以放的南瓜会让甜甜圈的口感变得比较松软吗？应该是我有这样调整过比例，再搭配这个之后发现，就是我更喜欢的味道。哇，因为这感觉要花很多心思去调整，因为其实一个面团。它本身就是有它自己的组成的方式，你只要加了一个东西，你所有的东西全部就会产生调整，含水量什么都要再调整。对，所以你这个一定花很多时间去尝试或是测试。就是看了很多影片，然后去把那很多影片结合成，就是我想要的做法去结合，最后我就去照着最后的那个样子去一直试做。对，然后你刚刚讲你的那个口味也非常的有趣。面茶鲜奶油再加上芋泥，对，其实它这一款的灵魂是前身蛋糕店有一款紫米芋泥戚风，然后我是把那一款再拉出来，因为我们以前是自己蒸的芋泥，然后配这一款，然后发现这个配蛋糕也好香哦，然后拿来搭甜甜圈应该也还不错，结果就是这样配完之后，我自己吃也觉得好好吃哦，因为我自己也是芋头控。但是你把面茶还是自己炒的，对，哇，因为冲来喊 C 时间，我对面茶就没有太多的记忆。你怎么会想到要把面茶跟芋泥做结合？其实我原本对面茶也蛮排斥，因为它有茶这个字。但是我有某一次，也是以前做甜点的时候，把面茶粉就是弄搭进乳酪蛋糕里面，发现原来它跟奶香乳制品是会提升它的香气的，所以我就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搭配甜食是很好用的东西，所以我就会想说有任何新人我都想要用它来再搭配试试看。我觉得其实面茶在客家人他赶紧的记忆底度，好像不是我们小时候会吃到的食物，对不对？好像我觉得加上它的名称会让我有点排斥，觉得是面，然后又有茶，但其实它实际里面的原物料就是很单纯，只有面粉跟糖。对，还有一些芝麻、杏仁粉去炒。感觉其实是有点像擂茶的感觉。应该算是差不多的概念。对，所以你看用按照某样的创意，就做在老弄四滴度呀，按照这种口味全部组合做穷哈，变做一类新的口味给甜甜圈。但是我刚刚看那个甜甜圈，跟我印象中的形状有点不一样，它是没有动的哦。对，这样还可以叫动作甜甜圈吗？咸的还是有动。咸的有动。那为什么那个没有动？甜的饱因为我现在一人作业，然后来不及压动。
有一点点类似，就是我有尽量想要调整，就是效率更高的方法。然后可是我觉得这样甜甜它的整体丰富度我觉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决定把它改成是这个样子的形态。有啦，因为我在那个日式甜甜圈店也有看到这种形状没有动的，对，所以它应该也是来不及压动。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喜欢，他就是想要这样，不一定啊。我开玩笑，开玩笑。真神奇哦！古早节目呢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一个请后生的小妹的自家都有想法，可以一点点啊，这样开始没记久嘛，对不对？3个月，3个月转型之后3个月，对，所以现在一切都还在运转当中。对，就是有时候自己做会很怕时间的压力，比如说一次客人来比较多组，我会怕后面的客人等比较久之类的，但就是还在慢慢调整，希望我速度可以慢慢起来。哇，古嫂你看哦，亲有心伫经营呀点点的，古嫂啊，迄讲乡亲朋友对呀甜甜圈啊，也迄讲下组世界上的林比后生的咖啡啊，就做得去动作，请我们的耶达，对不对？去看看耶达，然后去吃好吃的甜甜圈。古嫂还有当中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进入节目当中哦。好，非常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係钟英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件新定型下嘅點的哦，很多動作甜甜圈，韓國也頭家用咩非常嘅定型下，叫很多嘢噠。剛剛來同大家分享到吼，一件點的，佢主要咧專門賣甜甜圈呢，啊唔過佢對家嘅咖啡啊，它的飲料咩非常嘅有信心，推薦俾大家。啊，剛剛有講到也提咧口味，很多麵茶芋泥圈圈，那上海來黑唔黑也有其他的甜的卡士達的圈圈要跟大家來分享。對，就是有一款也是比較偏日式的，它是我們自己熬煮的香草卡士達醬，再混合一些法式鮮奶油進去，然後再把它像泡芙的概念擠進甜甜圈裡面。擠進去的，對，光聽起來我就覺得好滿足哦。就是吃的時候會蠻幸福的。會爆漿吧？稍微所以它也是沒有動的。對，也是就是完整包住，圓圓的這樣子。破烘起了就老給那個卡士達這樣擠進去這種感覺。哇哦，我看到照片了，好可愛哦，超 Q 的。對，就是光看到就覺得是一個很療癒的一個食物。所以其實我可以按用嘅一間甜甜圈專賣店。地圖耶達打嘴鼓嘅歌唱當中，我覺得耶達對於你自己做的東西，其實你是很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全部放進去，包含所有的材料、用料，其實你都是花很多心思的，對不對？對，就是可能因為就是希望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然後自己又沒有很有安全感，所以有時候自己做出來之後，可能自己會算有一點喜歡，但還是會不確定。就是我喜歡的，就是大家喜歡的嘛，然後就會一直想說要怎麼調整啊之類的。所以比如說你在用料上面，像你剛剛就會很明確的只是講出來說，你用的什麼鮮奶油是法式的鮮奶油。對，那在其他的材料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像甜甜圈，其實我的做法是先炸再烘烤，它會在後面烤的程序又再把油逼出來一些些。但是在前面油炸的部分，我是使用澳洲的芥花油，它燃點會比較高，然後它相對比較不會有一般傳統甜甜圈會吃到可能後半段會覺得有點油味。對，但是我就是很怕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我在油的挑選上也是就是做了蠻多功課。澳洲的芥花油，對，它其實光你真的就是還沒有油炸前，你下鍋就是甜甜圈還沒下鍋前，那個油的香氣就不太一樣了。有，我知道芥花油就是它是一個發煙點比較溫度比較高的油脂。對，可是這一款相較又是再高一點。所以就是這樣才可以炸出沒有油味，食起來唔會膩鬼這樣子的甜甜圈。應該其實我自己，因為我可能自己這樣做吧，我自己有時候吃還是會有一點，是不是油？
但是可能别人自己怀疑是不是？对，因为可是别人就吃不出来，但其实他还是难免会有啊。但是我只要做到大部分的人没有吃出那个害怕的油腻感就好，然后我就会自己对自己比较，你好严格哦，就是会很怕有客人觉得这个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但是你就是很有自信的，就是告诉大家，我用这个澳洲的芥花油，对，成本很高，但是用降低大家这种感觉。对，那面粉呢？面粉是不是有挑选？面粉是用日本的熊本特高粉，它也是也会让香气比较有麦香，然后它整体的筋性也会比较稳定。甜甜圈的筋性要稳定，是让它口感比较结实吗？还有你的面粉的比例、含水量的比例，然后还有你每次制作时候的湿度跟温度，看它膨发的状况，其实都有稍微影响。真的，我听叶大安有讲，其实我自己也很懂家第一个做东西呀、做料理呀，有像是爱吃到做烘焙，其实就是数学跟化学的结合。没错，你有这样觉得吗？日常在计算比例，就想说为什么我当初数学学不好？就是有一些比例差10克，可能还好；有一些差10克就差很多。对，所以像这样子按复差贝亚的，就是做法还有这些步骤，耶达都是在哪里学习的？其实一开始就是那个原本要合作面包师傅给我灵感之后，然后后面我就是有问一些烘焙的朋友，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疯狂看各种影片，然后就把全部的影片结合成我自己想要呈现的方式，就慢慢自己琢磨。所以其实都是自己学的，对。哇，那很不容易耶，就也是一个挑战。应该没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吧？你大概从开始决定要做甜甜圈，然后开始慢慢的研发，大概花多久？大概其实差不多一个多月。比我想象中的快，所以你是天才型的，就是有点逼自己要赶快上手。所以1个月你就是准备好这些，然后再去就是看怎样做口味变化。那整个制作的过程，就等于说在你筹备可以亚点甜甜圈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辛苦或者是最困难的这个环节是什么？我觉得最辛苦全部都是最一开始，你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哇，我做的东西我好想要赶快给大家知道，但其实最难的就是要怎么让大家知道你的存在，你在这里。虽然我们可能以前有一点小基础，可是这是从甜点店的基础。对，但这是全新概念的东西。然后你要怎么让客人原来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在这边，然后他们也会观望一段时间再来吃或品尝。然后我也不想要是利用很快速的，可能找部落客分享去发酵，因为那时候有时候来的客人是一窝蜂的，我可能一个人也无法去 hold 住那全部的客人，他会留不住那一次性的客人，他可能下次就不来了，我也会有压力，就是会很矛盾，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可是又希望不要这么快速的扩散。对，这个确实是很辛苦的。所以制作的部分你都觉得还 OK？ 制作其实也蛮累的，但就是看到客人就是他们内用的时候，我会偷偷观察。然后看到他们有一些小声的说，还蛮好吃的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就是会让我更有信心，就觉得，原来我这样子的做法是大家都会喜欢的，其实就不会觉得心就不会这么累啦，就虽然身体有时候有点累。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有甜的甜甜圈之外，其实你还有蛮多种口味的。你现在店里面有按斗马该 Q 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甜的，除了面茶芋泥，还有黑糖麻薯。然后像黑糖麻薯，其实我的那个法式鲜奶油蛮特别，也是有揉进那个黄豆粉。然后黄豆粉其实本来就是黑糖麻薯外基底的那个粉，可是它揉进鲜奶油也是让它更有层次。然后还有当季水果，当季水果主要是看现在有哪一些新鲜的水果可以去搭配鲜奶油，然后再用那个鲜奶油去调制一些特别口味的鲜奶油去搭配这些水果。哇，你把甜甜圈做得像高级甜点一样。
就是因为想要是呈现，给客人比较悠闲，在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喝杯咖啡，然后吃一个，类似蛋糕差不多等级的甜点，但又不会像蛋糕的价位负担这么高。可是我觉得你那个完全可以，就是跟一个蛋糕的价位相比，那个精致程度。加油！那个客人喜欢就把价格调高，没有啊，开玩笑，不行啦。所以我会怕。不会，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出特色很重要。像耶大刚刚就讲了，在地的东西，还有给七嘎中医跟米西，然后还有一些跟时令相关的水果，你都会把它摆进去，变成有点像季节限定的感觉。对，这些都是你想做的。对，就是有时候也是会问别人意见啦。那我们就是除了甜的口味之外，其实你也有咸的口味。对，像咸的，今天带来的是塔香优格鸡肉，像里面的塔香它是9层塔酱，然后是我自己煮的，就是自己熬煮的。客家青酱。但因为我有融合了酸奶，就是像优格的概念，它会，我觉得反而比较有一点点像青酱意大利面的概念，只是没有罗勒的香气，它是纯塔香。还有一些香料。因为台湾就是很能种9层塔啊，台湾种罗勒超难做的，超难种的。对，所以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欢9层塔的香味，我就想说，这个这样子结合在汉堡里面应该也还不错。因为这个结合我在外面好像没有看过塔香跟酸奶，对，我好像完全没有在外面看过这个结合，所以是耶大七嘎秀自己创作的。有一次灵机一动，想说，这样试试看好了，然后这样搭配，就是再加上土鸡蛋啊，然后还有嫩鸡胸肉，觉得再加上我自己做的那个圈圈堡的本体，它整体吃起来也是我自己这样子做完之后吃的时候，是真的好吃，看起来很像bagel。对，其实很多客人都会说它是bagel，但它其实不是bagel，它是甜甜圈。对，对，但是就是有冻的。对，但它其实我会觉得很难去介绍它到底算是什么，它有点口感介于bagel跟甜甜圈之间。口感也是，就是可能介于有一点韧性，对，但是却又有点松软。对。那我刚刚看它的外表，我觉得它跟甜的那个口味的外表好像颜色有一点不同。对，因为它是有添加纯食物泥，像那一款咸的是有加进番茄糊，所以你都选大家不是很喜欢的食物加进去。我也不喜欢番茄，我不喜欢直接吃到番茄，但我可以接受番茄的味道。像这样子揉进去之后，它吃不出番茄的香味，我就觉得变很好吃。那你就坚持要把它揉进去。对，就是因为它会给它不一样的口感。对，会完全你不会发现，原来我就是会吃出它有一个特别的香气，但是你不会发现那个香气是来自什么。所以吃不出来，你的客人这样吃的时候不会吃到说，有番茄的味道。吃不太出来。真的。它整个结合之后，会变成另外一种层次的香味。好，你看哦，青油想法嘅嘢啦，同大家來分享家嘅甜甜圈哦。想休息一下，等下還有更加多內容可以同大家分享哦。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仲強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個什麼嘢？同有想法開業一間甜甜圈嘅專賣店。呢度當然有甜甜圈以外，還有好多好食好飲嘅東西。節目當中都同大家來紹介。剛剛譬如講到對甜甜圈嘅印象都係甜的。甜的口味為主，不過其實耶大家還有推出呀鹹的口味嘅這個甜甜圈，鹹的口味甜甜圈，突然覺得這名字很奇怪。對，我很難，鹹就是每次介紹要講鹹的甜甜圈，覺得好長哦。我有時候會想要把它直接叫鹹圈圈。好像可以耶，鹹圈圈就是耶大七嘎飯名哎，鹹圈圈。對，而且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甜的是用南瓜泥來做它的這個麵團，對。那鹹的鹹的口味，咩 Q 用油加
某种泥，然后是加番茄。对，你特别还做了2种区别。对，我觉得这很用心哎，因为通常做面团就是一大坨，我就是材料全部混进去。刚刚都已经讲了，按型库还要调那个比例，终于抓到一个黄金比例。我当然就是一个口味的面团啊，但你做哈妹还做了另外一个口味的果泥，为什么还特意用这样子的区别？因为我自己当下那时候是觉得南瓜的面团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是搭配鲜奶油或什么会好吃的，但我不确定搭配咸食是不是一样好吃。就是我还是就是直接先试做了，就是加入番茄泥，这样做成咸宝的话，味道就我觉得会比只有南瓜泥好，所以我还是就是在另外延伸另外一种面团。那你应该有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试吃你的面团的部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觉得还不错，但是因为朋友有时候我都会觉得他们会不会只是鼓励官腔，虽然他们觉得还不错。你朋友都没有真心哦，他们其实可能蛮真心，但我自己还是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官腔。但是因为之前就是一起做蛋糕的。男友对，然后他以前是魔鬼教练，就是他很少称赞，很少肯定，然后后面到现在我自己做这个之后，他会就是面无表情的说好吃啊，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成功了，就是他有说出好吃2个字，我就表示那应该是真的可以。有啦，我觉得大家有肯定，就是给他吃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紧张。你对自己太严格了，应该是没安全感，觉得好像不够好吃或什么的。哇，要有这样子的心才可以创业，我很佩服耶达，厉害。对，所以除了这个塔香鸡肉的口味之外，哈妹这个咸圈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口味。对，另外一款是蜂蜜柠檬，也是鸡肉口味的咸圈堡。然后它也是我自己调配的美乃滋，就是加入柠檬汁，有机无毒柠檬汁跟纯蜂蜜。就是也是再加一些香料，然后去调比例，调成我自己喜欢的味道。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像这有点汉堡概念的东西，它其实蛮重要的灵魂，也是酱，也是一种灵魂。对，你就必须要衬托出这个所有的主料的口感，然后你又不能让你的面包吃起来干，它必须又要有味道，又要有湿润感，算是把所有东西用它都用它一个很重要、很灵魂的一个角色，就是想要让它也更有特色。所以我们看到那种新雅在点美杜烘，就会看到上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盘，然后会有水果在旁边陈设，还有一些季节时蔬，然后像其实咸圈堡旁边搭配也有南瓜，然后南瓜也再稍微特别一点是，我会上面有炙烧焦糖南瓜。然后那其实是要现吃，现在可能它已经融化了。炙烧的时候就会脆脆的。对，我都会跟客人说，就是他们如果拍照拍太久，都会去提醒，就是要赶快吃才会脆。真的，我真的有时候看到那个隔壁桌在吃饭，拍照拍很久，我都想说天哪，你们不要吃，给我吃好不好？我也是，因为东西不用给就不好吃了，然后什么炸物啊，然后都拍超久，我觉得就是太累，怎么会好吃呢？就是可以赶快拍一个记录生活的感觉就好了。没错，真的会体现Taiga完美要当，但是食物也要好吃，食物也要吃，对，很重要。好，为什么要讲这个餐盘上面的摆盘呢？因为我们也打儿童Taiga来分享一类轻省企业福气偏低调。其实我觉得今天要分享这个冷知识偏冷，我觉得是我不经意，就是因为我有时候旁边搭配的新鲜水果会是苹果或是水梨，然后我有一次在切完之后，我要泡进盐水抗氧化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家都会这样子做，泡盐水。我觉得好普通哦，就是可能会带一点咸甜咸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试试看加一点干燥薰衣草，然后我也有加过干燥薄荷，然后加进去。其实你要先用温水，因为它香气才会出来。对，泡开之后，你等它的水温不会这么高的时候，再把水果放进去。其实你不用放太久，30秒，你赶快捞出来，它整体水果就有那一个花香，就是薰衣草香气或是薄荷香气都有。我觉得很好吃。这个技巧虽然第一次听到，但是我觉得超酷。然后呢，像苹果，我现在主要是搭配干燥薰衣草，它其实会吃不出很明显薰衣草香气，它跟苹果搭起来会有另外一种
花蜜的香味。因为你说只有下去过一下下就起来了，所以它一样又可以漂漂亮亮的抗氧化，对，但是又会带有一点点花草的香气。所以基本一个复刻片，你点出来同太搞好不用，那个你稍微摆盘，然后你不想要这么无聊的摆盘的苹果或者是水梨，呛浸盐水给发，你就可以浸一个加味的盐水，对，非常有趣。加一些花草这些，对，我或许其实也可以自己去试试看适合的花草，对不对？对，比如说桂花，感觉也很。可是我觉得桂花可能会有点重本啊，不行。对，桂花可能要再大量一点，它香气才会出来。哦，会抖一些。因为薰衣草香气会比较重一点，它的用量可以不用到这么多。薄荷也是，也可以试试看迷迭香。我觉得迷迭香应该也不错，但迷迭香可能又不能太多，对，因为迷迭香香气又更重一点。香草系列的可能都可以试试看，哦，很有趣哎，所以我觉得也就会很上瘾，轻油创意嘅素材啊，不过也真嘅是要大家来支持，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创业非常的不容易，你好不容易开了一间店。跟他没有共斗啊，就是你也不想要说真的找一个部落客来，然后可能是可以佛系，他们可以来，喜欢来没关系。但是我有时候会很害怕，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做，害怕他们的有时候有一些人的效应会比较大的时候，我怕我 hold 不住。对，而且有时候就是可能就是粉丝们看到部落客介绍就会。完全可能都还没有对这间店做功课，就会来这里。那我会更紧张哦，就怕没有办法好好的服务照顾好他们。对，所以这其实也是很矛盾的地方。没错。所以喊黑希望大家做的透过不管是朋友介绍啊，或者是给我们节目给分享，了解耶达，知道你自己的创业的理念是什么，其实非常有趣。我觉得耶达第一懂事情后，全部都非常的用心。毕竟跟我们现在第一面旁看到的这个很可爱的一个花器，这我觉得它有一种丑萌感。跟大家分享，这是你自己做的。对，它其实有一个名字，它叫什么？它叫布鲁波。为什么？因为它是蓝色的布鲁。blue 对，然后波其实就是 blue boy 对，然后翻译成中文我直接叫他布鲁波。然后红点就是我自己乱发，我希望客人来到这间店，除了食物跟饮料之外，我希望让他们更有记忆感，是这里面的小摆设跟装潢，因为现在太多很比较走公版化的装潢，但我们的店比较不是属于这种风格，工业风啊，所以我也很清水模，我比较难去定义我的店是日式或什么式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你的样子，对，就是台湾式，我觉得没有说哦好亲日式，我不觉得，你就是想给大家耶达的风格，对，然后加上我其实自己的兴趣也是在做一些手做的东西或是画画，对，好有才哦，所以那个 logo 也是我自己画的，你自己的 logo， 对，然后原本是平面，我有一次去找朋友，他是陶艺老师，然后我就去做了，把它3D 化变成立体的动作。我看到立体的，更觉得它有像一个面团的感觉，就很疗愈哦。所以就是是你吗？那个上面的小女生？不一定是我啦，因为她没有脸，我不希望她就是可以更有想象力在她身上。所以就是一扑进去面团里的感觉，或者就是很舒服、很疗愈。来到动作就是有一种很疗愈的一个感觉。对，就是不止食物，我希望其他东西也希望让大家有一点点印象，就是我的风格。很棒，我是真的要给耶达一个掌声鼓励。真的创业真的很不容易，我也很想创业，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做这件事情。嗰種福起來一路以來小嘅按到創業嘅後生朋友，就會希望大家做得透過呀短30分鐘嘅一個訪談，做得了解佢哋嘅理念，了解佢哋嘅故事，還個看到佢哋有按到某區嘅菜單，好吃的味道同大家來分享。故事今日什麼耶達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沒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舒緩休息一下，等下聽聽欣賞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無啊？好看福起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起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